大家好，我係 Alan。稅局積極推行電子報稅，簡單啲講，所有公司需要自行將數據上載俾稅局。我認為呢步棋行得好好。第一，慳翻好多行政成本；第二，短時間獲得大數據，所有異樣即時抽晒出嚟，仲易捉過衝紅燈。咁邊啲公司最大風險呢？我認為有以下8種情況就需要特別留意。一、長期虧損，但仍然可以持續經營。二、毛利率顯著低於同業。三、營業額同開支唔成比例。第四點，頻繁進行關聯公司交易。五、大量現金交易。六、大額海外支付，而且交易頻繁。七、審計報告含有保留意見。八、經常遲交報稅表，拖欠報稅。如果你公司有以上8點其中一點，已經屬於高風險。如果有多過一點，需要立即正視。今年開始，部分公司已經強制實行電子報稅。我預計出年就會到中小企。嚟緊我會開個 channel，關於稅的二三事，開宗明義，主要係講稅，片長大約分半鐘，拆解下案例，分享下其他老闆所遇到嘅問題。有興趣繼續接收影片，歡迎回覆我。下次有新影片，我會 WhatsApp 俾你。多謝支持。